美捷威通臥床機器人，專為失能人打造，幫助失能人還原正常人的站姿、坐姿和臥姿。6大核心原創技術，首次突破了圓托翻身應用於壓瘡預防的原理。人機協作，機器代人。臥床機器人實現了長期臥床失能人壓瘡等併發症治療和預防、運動康復、清潔等日常照護的處置自動化、人工智能化。圓托抬升技術，臥床機器人採用雙層床體設計，可將人體圓托抬升最高30厘米距離，抬升後可快速建立背部人工氣道，減少潮濕細菌環境，避免彎腰護理。床頭板、床尾板可隨時拆下，結合抬升功能，更方便臨床氣管接管。臥床全身 X 光檢查，結合康復儀器進行康復運動等。上層床面採用防壓、防滑彈性3孔魔術貼床單和3孔防水床單雙層設計，抬升後可使頭部、臀部、腳部懸空位置輕鬆切換，滿足臨床局部清潔、清創換藥、康復運動等需求。圓托翻身技術，臥床機器人採用床機整體圓托翻身，翻身時自動啟動圓托功能，將人體抬升10厘米後再左右抬高，改善背部受力的同時穩定臥床者的重心。結合專用防壓、防滑床面設計，可完全消除患者滑動風險，在翻身的同時避免臥床者皮膚摩擦，真正達到預防壓瘡的目的。臥床機器人可在翻身的同時啟動起背及抬腿功能，協助患者半臥位翻身，可改善通氣、降低顱內壓、預防聚集性肺炎等其他臥床併發症。臥床機器人可在遙控器或者 APP 上設置全自動的平臥位、半臥位翻身功能，翻身時間、起背角度均可根據需求自由設置，徹底解決夜間翻身問題，守護患者和護理人員的睡眠健康。床上座椅技術，傳統護理床僅支持起背和抬腿功能，達到坐起的目的。想要座位康復鍛煉，只能轉移到輪椅上進行，增加護理難度。臥床機器人可結合抬升及起背功能，模擬床下坐起，實現標準座位，使寬、膝、踝關節自然屈曲90度，雙足可落地，無需下床即可完成座位清潔。床上坐便及多種座位康復鍛煉，有效預防關節僵硬、肌肉萎縮等長期臥床併發症。床上站立安全治鎖技術，臥床機器人無需移床，一鍵切換站立模式，0到75度自由調節，有利於促進下肢乃至全身的血循環和新陳代謝，可以減少多種臥床併發症的發生。臥床機器人胸部安全帶採用智能監測自鎖系統，鎖定後才能啟動站立功能。腹部安全帶採用卡扣式包套設計，膝部安全帶採用限位防膝屈設計，即使完全沒有肌力的人也不會下滑。在站立過程中，如果胸部安全帶打開，床機會自動復位。站立時可自動識別其他功能，超過30度床機會將除站立以外的功能自動復位後，再站立到更高的角度，充分保證臥床者站立時的安全。圓托站立技術，臥床機器人圓托站立技術可助力臨床高效落實俯臥通氣治療。翻身操作簡單，一人即可協助患者完成俯臥工作。頭部魔術貼床單採用俯臥專用枕圈和分段式魔術貼設計，結合圓托抬升功能，
可為俯臥患者的面部、頸部等預留出充分的空間，同時減少口鼻、咽喉等處各種管路的梗阻、脱出、移位。床頭板可隨時拆下，魔術貼床單可隨意拉起，更方便醫護人員固定患者頭部的同時處理患者面部、頸部各種管路。臥床機器人在俯臥通氣的同時，可啟動0度到30度站立功能，將壓力部分轉移至足底，結合床單特殊防壓設計，可以大大減少胸部、胯、膝關節、腳趾尖等處的長期壓力損傷，可以減輕頭部、頸部支撐用力，減輕面部水腫，延長患者耐受時間。臀部創面懸空技術，對於已經發生骶尾、坐骨結節及大轉子部壓瘡的患者，無論何種治療辦法，都首先要保證創面發生部位不再受壓。而傳統護理中，由於缺乏專用設備，患者為保證治療效果，往往採用俯臥位。久而久之，患者前胸、胯脊、膝蓋、腳趾尖處由於長時間受力，會發生新的壓瘡。臥床機器人首創圓托抬升功能，打開臀部魔術貼床單，結合臀部治療枕擺放，可使患者骶尾、坐骨結節及大轉子部創面完全懸空不受壓，幫助臀部大面積混合創面患者解鎖平臥、半臥、翻身等各種體位。床上清潔清創功能，臥床機器人將床架抬升後，利用雙層床體結構和3孔床單設計，可通過魔術貼床單的拆換，輕鬆實現床上頭部、臀部、腳部的清潔、清創等失能人日常護理工作。除此之外，患者無需移床，防水床單即可切換成拉連浴盤，床機秒變浴缸，實現床上浸浴、水療、全身清創換藥等功能，大大減輕患者痛苦，減輕醫護負擔。床上康復運動，臥床機器人可協助患者在床上實現各種標準坐位運動和站位運動，鍛煉頸、指、腕、肘、肩、腰、髖、膝、踝、指等全身10大關節，有效促進血液循環，預防血栓、肌肉萎縮、關節畸形、肺部感染、尿路感染等長期臥床併發症。目前美捷威通臥床機器人廣泛應用在醫院、養老院、居家等場所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近100個數字病區、病房、家庭病房，見證了千萬個失能患者的康復奇蹟，以科技之光照亮希望之路。